11點鐘立法會開會，頭2個鐘頭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嘅答問時間。咁起碼去到1點半到2點度咧，就正式啟動有關呢一個嘅831人大通過嘅政改框架下嘅鳥籠嘅選舉制度，立法會正式討論。咁就69個立法會議員，我相信咧應該有60個人講嘢㗎啦，每人有15分鐘。咁我估計咧應該個辯論時間咧就起碼呢一個嘅13、4分鐘咧，到13、4小時至到16、7小時。所以如果冇議員玩嘢我哋又唔進行拉布，又唔點人嘅話咧，我相信聽日3點到5點度咧，聽日晏晝3點到5點度咧就會進行投票。按現時嘅情況，我好有信心同大家講，呢一個政改方案，呢個鳥籠政治嘅所謂民主嘅831框架下嘅政改方案，係將會被否決。呢個否決唔係泛民叻喎，呢個否決我自己覺得係北京嘅中央政府唔想過啊。點解我咁講咧？係咪仲有好多傳言又話唔知幾多億咧？呢一個買票嗱，我要公開澄清，因為咧好多傳媒、好多朋友有時睇啲報道咧，或者係唔係太小心，或者係唔係太清楚，咁有一啲嘅即係評論人，有一啲寫專欄嘅人咧，睇到些少嘢咧就扭曲晒嘅事實。我哋借呢個機會澄清咧，嗰度照睇到咧。大家如果早期睇蘋果嗰個報導，佢係有2個主要嘅講法。一個佢話有1個議員成日去游水嘅，就有人走埋去同佢講，話俾3億佢而透過去澳門賭錢咧，就到時去嗰個當係賭錢贏咗收3億。嗱，嗰個唔係我講噶，3億嗰個大家去估，佢唔肯出名係邊一個？蘋果亦都冇講係邊一個，但係嗰位議員經常去游水。而對方咧係熟悉佢，係中意賭嘅。咁你大家去睇泛民27個議員，邊一個經常去游水，同邊一個係中意賭錢？人哋都知道佢中意賭錢嘅，你從嗰度去諗咧，就估到嗰個議員係邊個。我相信我估到係邊個，但係我冇證據，我唔會講。我同蘋果嗰次嘅報導，同埋同其他記者稍後講嘅咧，其後講嘅咧，就係講我聽到有位議員有人話用1億。換佢嗰票咁，我係講嗰位議員，呢位議員咧，其後自己出嚟講咗嘢咧，就係長毛咁。咁所以講3億嗰個咧係同我無關。咁但係基於有2位民主派嘅議員喺不同嘅場合、不同嘅時間都被游說2億元，就算長毛話佢嗰個係唔係真嘅都好咧，咁你仲有個3億議員啊嘛，係嘛？1億嗰個你話係假嘅。3億嗰個未證明係假喎，點解輕輕帶過啊？點解廉政公署唔去揾3億嗰個議員去接受呢一個嘅調查啊？係嘛？咁所以我覺得長毛最近有啲嘅言論咧，即係可能未必咁適合大家聽，或者係講個情況咧，未必講得好清楚咧，呢個係一個問題。但係仍然有位民主派嘅議員經常去游水嘅民主派議員，同蘋果嘅記者講到好清楚，有人用3億買佢嗰票，而呢3億係會用賭錢嘅形式俾佢嘅，講埋呢一個嘅俾錢嘅形式。長毛嗰個情況冇咁清楚喎，長毛嗰個情況係好間接。亦都係好含糊，同埋長毛亦都冇好認真同佢講。但係呢位游水嘅議員嗰3億係講到好具體嘅，所以係咪要展開調查啊？係咪？所以呼籲大家咧，呢個27號，咪呢個即係聽日後日17號、18號嗰2日咧，有冇人轉態咧，就好難講嘅。但係我相信咧。嗰幾多億咧，可能都係煙幕，好大機會有人真係咁講，
真係咁樣揾嗰啲議員要求佢幾多億轉態。但係老實講，如果你真係去揾啊，點解要揾長毛同埋嗰個游水議員，唔揾嗰啲容易轉態嗰啲轉態啊？係咪好懸疑啊？亦都即係好複雜，亦都好奇怪啊！大家成日睇話轉態嗰4個5個議員，絕對唔係嗰1億3億嗰個被游說嘅。點解你唔使1億3億可以令到嗰啲嘅所謂泛民嘅轉態議員，或者被懷疑最大機會轉態嘅議員，唔揾一啲好簡單嘅方法，令嗰啲議員轉態支持呢一個嘅831嘅框架，而要搞到咁複雜呢？所以我自己嘅分析呢，就係根本北京就唔想講。就用呢一啲咁嘅方法咧，搞到滿城風雨，7國咁亮，民主派啲人咧就好貪錢，係嘛？製造呢一啲咁嘅聲勢。喂，如果要轉態啊，喺831框架之下，中央用一啲游說，用一啲唔違反831框架下嘅一啲嘅講法，絕對有4位泛民議員會轉態啦，係嘛？好多泛民議員政黨所開嘅條件。完全可以喺831框架之下，北京可以好輕易接受佢哋某啲嘅微調，而可以令到呢一班嘅泛民嘅議員可以有藉口、有理由而轉態支持呢一個嘅831框架下嘅政改方案。但係北京完全冇做喎。大家如果睇翻5年前。天生一顆硬骨頭嘅議員喺2、3日內就轉態啦。當時就係北京接受呢一個嘅立法會增加5個功能組別，增加5個地區直選議席，就令到泛民嘅最大民主派政黨轉態啊嘛。當年可以作一個嘅調整，而令到民主黨轉態，點解現時唔可以作更輕微嘅調整，而令到4至5個泛民議員轉態啊？係咪唔合邏輯啊？係嘛？大家如果睇翻整個過程、整個嘅關係、整個政改嘅決定，同埋最近所謂即係呢一個林鄭政改三人組啊，包括咩即係中央揾啲要員落嚟見啲泛民啊，又唔揾中間人同啲政黨傾喎，係嘛？尋求呢一個嘅下台階，而令到呢一個嘅政改可以得到部分議員轉態咧，而可以通過。咁所以咧，我覺得都冇乜懸疑㗎啦，係嘛？聽日後日大家講嘢嗰樣嘢投票咁咧就喺呢個唔夠三分二票情況之下咧，呢一個嘅政改就被呢個嘅否決。但係政改嘅否決唔係表示香港人民爭取民主嘅勝利，更加唔係民主派嘅勝利。政改被否決，只係顯示香港民主派爭取呢個民主係軟弱無力。否決咗又點啫？否決咗我哋都未有民主啊嘛！民主嘅制度仍然係遙遙無期啊嘛！特首嘅選舉仍然係由1200人嘅小圈子操縱下呢個嘅選舉產生啊嘛！功能組別仍然操控立法會啊嘛！未來香港嘅議會政府仍然係俾啲權貴、俾啲有錢嘅人操控一切啊嘛！所以我呼籲各位朋友，政改被否決嘅日子嘅時間，就係香港市民再重新啟動不合作運動同埋公民抗命嘅運動嘅新嘅開始啊！救護嘅朋友就係香港市民抗爭同埋不合作運動嘅典範，因為不合作運動唔使掟炸彈嘅，唔使掟燃燒彈嘅，唔使弄假槍嘅，不合作運動就係用你嘅政治道德，用你嘅勇氣，用你嘅身體，用你嘅自由嚟表示你爭取民主嘅決心。不合作運動
就要醜化呢個極權嘅政府係咪？所以各位朋友喺極權嘅日子，我哋由鳩烏團周圍行，舉黃遮、舉黃旗，任何地方有呢個香港嘅官員出現，我唔理去主禮定係啲咩活動，我哋都要用黃色表示我哋爭取普選嘅訴求。重大嘅運動譬如下年農曆年，佢喺尖沙咀嗰度搞呢一個嘅咩花車巡遊，我哋就整啲黃遮去尖沙咀，將成個尖沙咀人喺度用黃遮嚟遮蓋，好唔好？所以唔犯法㗎，係咪啊？最大啲嘅、最終最有力嘅不合作抗爭運動，就係罷工、罷市同埋罷課3罷嘅行動。香港市民唔使700萬一齊做嘅，好似03年50萬人上街，有50萬人用一日3罷罷工、罷市、罷課，就可以顯露到香港市民呢個抗爭嘅信心係咪？所以投票之後，我哋就會重新呢個啟動，重新發起呢個抗爭嘅行動，由日常好輕微嘅舉黃傘行動，呢個鳩烏嘅行動，直至到一日，我哋全香港市民能夠組織起，發動一個真真正正波瀾壯闊嘅3罷行動，好唔好？